来，上帝写出挽回一切创伤的故事，甲这写出咱伫心灵黑暗中有光发出的应允，而这就是看袂到的上帝，真做看会到的形象。而伊就是活命，这个活命就是世间人的真光，就是迄位伫万米还未创造以前就必定，却真做无助的兄仔为咱出世的主。哦，永远的真道是你拢无黑暗，你的真光对北平的马条灿烂闪烁，上帝的国度敢要临到伫咱人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，看见大光，也记伫死荫的地，有光照因。有一粒星要出对雅各的家，王权要对以色列立起。总是你，伯利恒，你虽然伫犹太地千万城市中是至美岁，以色列掌权者。却要对你行起，看有在小女要怀孕生囝，要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。世上君王拢要拍败伊面前，列国要服侍伊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想事。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奇妙无私、全能上帝，永远伫地位和平定君。